喂，好啦，喂 Kevin 啊，喂，我哋咧而家去 Cambridge 嗰個發佈會啊，今日 Cambridge 出啲咩啊？新喇叭，佢有3款新嘅一體式喇叭。哦，Cambridge 出係啊喇叭。 ，Cambridge 係啊。咁啊，電腦喇叭就係話朱斌之前由電腦喇叭去到大啲，即係擺電視機嗰度附近嗰啲都有啊嘛，係。哦，咁啊，喂，咁啱我都想買喎。咁啊，我哋入去睇下究竟今日嗰個主角係咩樣啦。嗯。Hello， 大家好，我係今日嘅主持人 Crystal。我哋嘅 Cambridge Audio LL 新品發佈會好快就會正式開始，一陣再同大家見面。嚟自英國嘅 Cambridge Audio 自1968年創立以嚟，一直都只有一個目標，就係將人同音樂嘅力量聯繫埋一齊，一切都係為音樂而創造 Made by Music。簡單回顧一下上年2025年我哋推出嘅新產品，就係包括有 Menomania A100、Evo 150 SE、P100 SE 等等，都十分榮幸得到市場嘅支持。我哋亦都將 Menomania A100 嘅 Maharishi 聯名版帶到嚟香港嘅市場，亦都喺年尾嚟同香港著名本地潮流品牌 LEG 破天荒合作，創作咗推出限量版嘅周邊產品。當然，我哋亦都認識咗唔少新嘅香港新一代音樂人同埋獨立歌手。以上種種咧，都係 Cambridge Audio 希望將音樂嘅力量聯繫到大家嘅生活。而嚟到2026年，我哋已經急不及待將今年嘅重點產品之一 LL 系列帶到大家嘅面前。相信頭先部分嘅記者朋友、來賓都已經輕輕感受過今次新產品嘅魅力。跟住落嚟，我哋有請 Cambridge Audio 嘅亞洲銷售總監 Calvin 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今次新品嘅特點。有請 Calvin。唔該晒，唔該晒。大家好，新年快樂啊！今年2026年第一個我哋 Cambridge Audio 嘅活動。咁首先今日天氣有啲涼啦，咁就大家都咁早可以抽時間出席我哋呢個新品嘅發佈會。咁今次啊，其實你今日喺度見到餐廳喺每一個角落，你都見到我哋今日嘅主角產品就係我哋最新嘅 LL Series。其實喺早2日喺美國嘅 CES 第一日裏面咧，我哋已經喺全球率先發布。而喺今日呢個環境裏面咧，我哋喺亞洲區係第一次向外界展示成個系列嘅產品。咁而家我就想簡單介紹一下我哋成個系列3個唔同嘅型號，分別有一啲咩嘅特點同埋有啲咩嘅用途。咁首先講咗我哋公司嘅背景先啦。其實我哋嚟自英國嘅 Cambridge Audio 啦。咁你見到我哋上年開始其實重新塑造過成個 brand 嘅形象。咁我哋想做到嘅每一樣嘢都係 Made by Music。因為其實我哋有時都會喺 social media 問我哋唔同嘅用家，其實喺你哋嘅系統裏面，你最中意或者你覺得最重要嘅係邊件產品？有啲人講話會係黑膠盤、喇叭，定一話係串流機定解碼。但係我哋發現其實最重要嘅就係音樂自己本身。所以我哋想做到嘅就係每一樣嘢都係 Made by Music。所以就係我哋所做嘅每一件事情、每一件產品都係受音樂啟發、由文化塑造、為生活而設計。咁所以我哋去年其實我哋同好多個本地嘅音樂人單位去合作，推出咗一個線上嘅音樂節目，就喺 YouTube 嗰度可以睇得翻晒我哋咁多集完整嘅版本。咁當中我哋有Joey Tan 啦，有 Color 嘅 Sammy 啦，同埋有龔石良啦、Jerry 啦、大衛啦、RubberBand 嘅6號啦，以及啱啱近年我哋上年啦推出 A100嘅時候，我哋仲揾咗 Mastermind 去幫我哋做咗一首主題曲啦，同埋啱啱頭先 Crystal 提過啦，我哋同Supply 嗰邊一齊合作出咗一個耳機袋，咁啊亦都揾咗11，佢難得有2日喺香港，我哋揾咗佢幫我哋做一個產品嘅拍攝照。咁你見到我哋重新塑造品牌情況底下，咁有啲咩大嘅轉變咧？喺產品線上面，我哋冇忘記我哋嘅初心，依然係傳統分體式 Hi-Fi，我哋依然有出。咁上年所以我哋有 MX 呢個系列，而且我哋 focus 喺一啲比較 lifestyle、一啲大眾化嘅產品，包括我哋 Menomania 嘅 Truex 機。同埋一啲一體式嘅 Evo 嘅一體式系統，咁而且今日就輪到我哋一個全新嘅系統。隨住1968年開始，我哋呢個品牌由以前嘅放大技術、串流技術，我哋一直都繼續開發一啲新嘅技術擺落去我哋嘅產品度。到咗今時今日，
到嘅就係聲學，亦都係點解我哋今日有 LR 呢個系列嘅喇叭。咁大家見到啦 ，LR 系列裏面總共有3個唔同嘅型號，包括係 LRS、LRM 同埋 LRX。咁你見到佢有3個唔同嘅型號，有6個唔同嘅顏色同埋色面。咁我哋而家先講咗最大嗰兩隻 X 同埋 M。咁你而家見到喺 DJ 台前面呢一對咧，就係 M 嚟嘅，個 size 你可以見到嘅，中間呢個 size 就係 M。咁佢用咗我哋內置咗一個我哋而家 StreamMagic 第4代嘅串流平台啦，咁變咗你可以串流其他第三方唔同嘅 media 嘅音樂，亦都採用咗一個2.5路嘅聲學設計，配備咗側邊有一個低音反射，一個 bass radiator 反射，呢個係 bass radiator， 同埋一個64 bit 嘅 DSP 處理。咁同埋我哋有一個全新嘅28M 個單元。咁你見到呢個高音單元裏面咧，我哋叫 Taurus， 咁佢亦都有一個上位環同埋導波器喺前面。咁係3個型號都會有，咁而我哋用咗 Class B 嘅放大技術啦，所以而家最大嗰隻 LRX 咧，佢總功率咧係有800瓦，相等於汽車引擎嘅1匹馬力再多啲，而 M 嗰隻咧都有300瓦，同樣地都係有6隻顏色啦，唔同嘅色面可以選擇。咁喺接駁方案方面，除咗可以無線 StreamMagic 可以聽 Spotify、Tidal、Amazon Music。咁亦都可以有啲實體嘅連接，例如可以駁到電視啦、黑膠唱片啦、CD 機啦，甚至乎係電腦嘅。咁亦都佢有10歐。咁如果你話喺一啲再大啲嘅環境底下，你可以駁多一隻subwoofer都冇問題。咁喺外觀上啊，我哋同樣揾咗我哋攞咗 Red Dot Design Award 嘅設計師 Jack Martin 嚟幫我哋做。咁佢之前做嘅產品咧，有我哋嘅 Evo 啦、Melomania 嘅機啦，咁都係一啲 Red Dot Design Award 得獎嘅產品嚟。咁你見到今次啦，佢採用咗一個比較 eye-catching 啲嘅一個橙色高音單元啦，同埋而家呢一隻細嘅睇唔到，喺大嗰兩隻咧，佢哋分別有個底燈喺度，一陣間可以睇一睇，都漏到冇方便。一陣間可以喺裏面大嗰對啦，同埋中呢度可以睇到，咁佢裏面有個底燈可以換。咁你見到咧，佢嗰個底燈係可以自己調校光暗嘅，咁同樣地啦，就係有呢6隻顏色啦。橙色、綠色、藍色、白色、黑色同埋胡桃木面嘅。咁而家我哋一齊睇一睇，因為你見到可能側邊啲 poster 都見到佢個 driver configuration 裏面究竟係點樣咧？其實你見到佢2.5路嘅設計係採用咗一個28mm 嘅 Taurus 高音單元，2隻嘅低音單元5吋，分別係喺前面同埋底部。咁而側邊咧係有2隻6吋嘅 bass radiator。所以成個喇叭裏面嘅結構，雖然個箱體咁細，但係佢裏面其實擺咗咁多個單元喺裏邊。咁首先由高音單元講起啦 ，Taurus 高音單元其實我哋用一個28mm 嘅高音單元擺喺裏面，同埋有導波器同埋個上位環啦。後面喺個高音單元後面，其實我哋做一個幾何結構嘅一個 chamber， 一個後腔室俾佢，做一個好啲嘅發聲，所以出嚟嘅人聲係更加自然啦，個 sound stage 係更加寬嘅。咁呢個就係後腔室裏面我哋做咗啲咩嘅手腳。咁你見到呢個係傳統嘅高音單元後面嘅，佢會聲音傳播出嚟嗰個效果咧，就會經過呢一度做一個反射。咁變咗其實佢會有重複咗有一個反射嘅原理之後咧，佢有第2個諧波、第3個諧波嘅影響。咁而我哋用咗呢一個設計之後咧，你見到好似一個冬甩嘅形狀，同時間你喺個環前面見到其實佢好似做咗一個腔嘴喺個高音單元後面。而同時間喺呢一個管道裏面咧，其實我哋擺咗一啲吸音嘅物料喺裏面，咁即係話阻止咗有啲能量嘅反射去干擾咗佢本身出嚟嘅聲音質素。咁亦都可以係因為呢個結構咧更加硬淨，令到佢係唔會受到喺個喇叭裏面嘅其他低音單元產生出嚟嘅壓力嘅影響。咁另外有啲人就會問，點解會係28mm？傳統嘅高音單元通常都係25mm。咁而用28mm 嘅單元咧，我哋發現佢 total 嘅 surface area 其實係比正常嘅25mm係大約25%。咁即係話佢嗰個能量同埋輸出嘅空氣可以多咗20%。原理就等同於汽車引擎一樣。而低音單元啦，你見到前面一隻5吋，下面一隻5吋，其實連埋嗰條邊咧，佢相等於一個7吋嘅低音單元，而且佢係一個一體型嘅椎盤。佢裏面用咗一個玻璃纖維嘅骨架，令到佢好似一個懸浮式咁擺喺裏面，
可以減低咗係受其他壓力所影響到出嚟嗰個低頻咧，就會更加有動態同埋有指向性。所以你見到呢個就係個單元本身裏面嘅結構。咁嚟到 base radiator， 咁點解我哋會用一個 force cancellation 嘅 base radiator， 唔係用我哋傳統一啲反射孔嘅設計咧？你見到呢個圖下面其實就係當你考慮用一個唔同 size 嘅反射孔嘅情況底下，你啲 engineer 最大嘅考慮就係話低音嘅伸延性同埋個最大嘅 SPL 值裏面，你要採取一個平衡。如果你話有一個大啲嘅 SPL 值嘅情況底下咧，佢低音又潛得唔夠深，咁所以我哋嘅設計師咧就係取決於呢個情況底下，佢哋就採取咗用呢個 base radiator。咁你見到個 result 咧，就係話而家我哋可以將個低音下潛到去30個 Hz， 同時間亦都可以將個最大嘅 SPL 值提到最高。咁變咗提供咗一個彈性俾我哋設計師去控制唔同嘅箱體點樣可以得到最佳嘅低音效果。所以令到我哋而家好似咁細嘅箱體裏面有一個好強烈嘅低音效果。咁講完硬體啊，咁啊講下啲軟件。咁同樣地 ScreenMagic 就係我哋而家第4代其他串流機都採用緊嘅一個 module。咁變咗係 Spotify、Tidal、Apple Music 都可以播放到無線音樂，亦都支援 AirPlay 2啦、Google Cast 啦，可以做一個 multi-room system。咁而且我哋有定期嘅更新 ScreenMagic 呢個。咁我哋啱啱最新嘅咧就係Spotify Lossless 啦，我諗大家全部都有留意呢樣嘢。咁另外就係 Amazon Music， 咁呢一個會喺日本會比較受歡迎，因為其實 Amazon Music 而家喺日本嘅歌曲庫會比較豐富。咁除此之外，仲有 WinRadio 啦、Cobus Connect 啦，同埋我哋啱啱全部產品都新加咗落去嘅一個 EQ 嘅控制。咁所以喺個 App 嗰度咧，個用家可以自行控制個 EQ 嘅設定啦，同埋一個房間嘅優化設定。咁你見到右邊呢一個咧，個 App 個界面咧就係話，根據翻你間房嘅反射嘅物料係啲乜嘢嘅產品啊，或者乜嘢嘅物料啊，可能就係話窗嚟嘅，或者係窗布嘅。咁可能反射嘅密度會唔同，咁可以根據翻你自己嘅 preference 咧，佢可以自己幫你自行調校。咁而 Dynamic EQ 咧，就係我哋上年推出 Minimania 嗰陣時一個新嘅技術，就係話，就算你喺一個低音嘅情況底下，佢都做到全頻好平穩嘅表現。64 bit 嘅處理器啦，其實呢個圖我唔多介紹，亦都我唔識介紹，係啊。咁但係咧，你單睇個數據咧，佢係想解釋就係話點解佢可以做到咁精密咧？以單數值咁計，其實佢係32 bit 嘅處理器嘅5億倍以上，所以先令到佢而家嘅 crossover 啦、EQ 啦同埋喇叭嘅保護可以得到一個極致嘅透明度，係令到佢可以還原到細緻之餘，令到佢成為一個真正高端嘅一啲喇叭。咁最後啦，我要介紹一個型號就係 LRS 啦。咁 LRS 相對嚟佢會嚟得更加純粹自然，就係我哋嘅目標，想將傳統 Hi-Fi 其實唔係一件好發燒或者唔係一件好誇張要用好多錢嘅嘢，其實應該係每個人都應該享受到嘅嘢。咁呢個就會係適合於台頭機啦、播電腦啦，或者一啲細啲嘅鍋嘅絕對適用。雖然佢係3個型號裏面最細，但係其實佢嘅接播方案 Analog、Digital 都全部都齊全，加上有藍牙 aptX HD， 同樣地佢都有6隻顏色嘅選擇。咁你見到佢採用一個21mm 嘅濾光單元啦。3寸嘅長沖程嘅低音單元啦，同埋個低音反射孔喺個喇叭嘅後面。咁一陣大家都可以睇下。變咗你見到個 driver configuration 咧，同我哋而家大嗰兩隻係有少少唔同。咁頭先講到啦，咁就算係個背部接駁連接嘅方案咧，都有啲唔同。咁而家呢個圖太細啦，咁啊俾大家睇近啲。咁你見到佢有唔同嘅桌面模式啦。房間優化調整啦，即係話你係擺喺近牆啦、書台用啦，有好似而家我哋擺喺 DJ 台咁 free space 咁樣用，咁你可以自己調校翻你自己擺放嘅位置，佢會幫你調校。咁而遙控上面咧，仲有個 EQ 嘅設定，就係 normal、movie 同埋 voice。咁呢個就係3個型號唔同嘅產品規格啦。咁呢一個其實喺新聞稿同埋我哋嘅網站都會有揾到，因為呢個太細啦，亦都唔 expect 大家會睇到呢個。咁到大家最關心嘅樣嘢啊！售價上市日期係啦 ，LRS 3980，我哋預計會喺今年第一個季度上市。而 LRM 香港零售價11,980，將會喺第3季上市。而 LRX 旗艦嘅型號17,980，將會喺農曆新年後 Q2 正式上市。咁我今日到呢度都產品介紹差唔多，咁我將時間交翻俾 Crystal。